另外讲到这考驾照呢，即摆为着要来减少台湾新手考驾照发生危险的比例，立委林国钦也有教训班的教练是来呼吁交通部爱调整国内的考照的制度，增加笔试甲路考的困难度，也来确保新手驾驶的应变能力。 台湾每当拢有将近100位的驾驶新手死亡，加做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拜是立委和驾训人员针对台湾考照的问题提出建议，因认为台湾考照的笔试内容太过简单，致使真侪学生拢题目背背就去考试，加上台湾的路考并无确实考虑到现实的层面，亲像开高速公路、就高山等等的部分，学生拢无练习就直接就路。我们很多学生其实 会看到他是考前1、2天刷线上题库，然后就过了。这样的笔试测验，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是有鉴别度的。经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整个先进国家其实也都在做改良了，但是台湾在这个交通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却是将近30年没有在做任何的修正。针对驾训人员的建议，交通部是回应讲，目前已经有针对笔试的题目做调整，将原本的600题题库增加到1600题。交通部嘛表示，未来会思考要安怎提升路考的难度。其实我们就已经大幅增加我们的笔试题库哦，从原本的600多题增加到1600多题。那我也有提出说，那我们增加了那些防御驾驶啊那些实用的题目之外，那我们也加入一些情境的题哦。对这项回应，立委和驾训人员表示无法度认同，因认为交通部若干那针对笔试的题目做调整，并无法度真正改善台湾考照的困境。建议交通部爱思考的是，安怎加强道路考试的模拟，让学生会当伫任何驾驶的环境，拢会当有应变的能力，减少新手就路的危险发生。记者戴阿轩、柯敏哲台北报道。